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小學生必學嘅 AI concept。如果你想你嘅小朋友真正明白 AI 係點樣運作，而唔單單只係用 AI 工具，就一定要知道以下呢兩個 concept。第一，分類；第二，揾規律。好多人都以為 AI 好複雜，好識諗嘢，好識判斷，但其實大部分嘅 AI 都係由最基本嘅邏輯去砌出嚟嘅，而最底層嘅就係呢兩樣。第一個就係 classification， 意思係分門別類。AI 會睇大量嘅例子，然後學識邊啲屬於同一類，邊啲唔屬於。例如呢一個係垃圾郵件定係正常郵件呢？ AI 唔係理解，而係根據分類規則去判斷。第二個係 pattern recognition， 即係喺大量嘅資料入邊去揾重複嘅規律。AI 係會睇過去嘅例子，慢慢發現咩情況係經常出現，從而知道咧有乜嘢係相似，有乜嘢係新嘅。所以 AI 可以預測建議新食，都係因為佢見過過去嘅 pattern。佢唔係真係諗緊嘢，而係佢比對緊。所以當你明白到呢兩樣嘢，你就會知道 AI 唔係啲咩魔法，完全取決於佢嘅分類方法同見過啲咩例子。所以陪小朋友用 AI 唔係話信佢或者唔好用佢，而係教佢哋明白 AI 係點樣得出呢個答案嘅。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 AI education 點樣幫到小朋友嘅話，你可以 follow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